係啊，因為當時甩咗之後咧，阿費蘭道就到嘅，咁樣鏟落去邊有唔會12碼啊？費蘭道都醒啊！嗱，其實卡斯就浪高咗先係第一下，控高咗波揼到落嚟就再揼多下自己隻右腳就彈翻甩咗個波添。一甩咗個波之後咧，費蘭道已經趕到啦，波都偷埋，結果你用任何嘅動作去停止費蘭道，都係一球12碼嚟㗎啦。同埋佢呢個波佢甩咗，即係一線腳咧，佢翻腳嘅時間咧，佢唯一出腳咧就係鏟落去，係咪？如果你唔鏟落去嘅時間，俾對手轉到身，佢球員咧後衞咧一定係緊張嘅，都會出腳。好多騷擾嘅喎，其實啊，一吹罰咗之後咧，萬家啲球員咧好多時都走埋嚟騷擾，係咪啊？啲球員好，球證好，喺一場波都幾多啊！似乎安永佳喎，好啦，安永佳靠你啦嚇！入咗人生第12個大港腳嘅入球啊！咁啊，之前咧就泰和杯4強對住伊拉克啦，亦都咧就曾經攻入過一球12碼嘅嚇。當時我哋曾經領先過添啊，最終係反輸1-2。好啦，整翻靚仔頭髮先，唔好阻礙視線，最緊要口盡調氣，深呼吸，準備就緒。安永佳大戰門將就馬馬。上場35分鐘嘅階段啊！哇，大家都好緊張啊！靜靜地睇佢寫個12碼。呢邊咧就黃色戰衣就孟加拉嘅門神馬馬啦。睇睇安永佳掂唔掂？係咯，安永佳冇問題，冇問題，安永佳1-0。呢啲地波就算龍門可以俾佢捉到嗰邊條路咧，都未必撲到，因為個波咧射得比較係貼地啊。咁啊，何況龍門都係捉錯路啦。好1-0，咁啊好啲啦，定啦。所以有陣時打波好多諗唔到啊，一路落嚟咧，孟加拉咧佢防守。